拉脫維亞首都里加 Riga 嘅舊城區，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，當中仍然保存中世紀建築，仲有豐富歷史嘅氛圍文明。黑頭宮 House of Black Heads 喺1334年時建造，採用典型哥德式、巴洛克、文藝復興後期風格，反映了當地富裕嘅人喺文化上工藝嘅傳統。黑頭兄弟會呢個社群喺城市商業海運圈具有影響力，成員多數經商、貿易、航運等活動相關。班商人通常未婚單身人士。黑頭宮有見及此，專為咗班商人而建，現時亦係利加城內地標之一。聖彼得教堂 St. Peter's Church 喺舊城區內最古老、最高嘅信義宗教堂，教堂高度約為123公尺。主教堂被視為里加嘅精神象徵。教堂採用哥德式、巴洛克結合紅磚建築。聖彼得教堂經歷過幾次火災、天災、雷擊，亦曾受戰爭洗禮後，喺18世紀確立塔樓高度及內部結構後，喺二戰結束後計劃着手重建。聖彼得教堂融合哥德式、巴洛克式風格，紅磚建築，仲仍然保留中世紀歷史氛圍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德國嘅不萊梅城市，1990年贈予里加嘅禮物，講述4隻因年紀老邁差啲被主人宰殺嘅動物驢仔、狗、貓、公雞逃出嚟嘅故事。三兄弟屋唔同時代興建嘅建築物，分別為大哥1490年、二哥1646，三弟則在17世紀建造，亦是城內打卡熱點。龍代爾宮坐落於拉脫維亞南部包斯卡附近，係波羅的海地區最宏偉巴洛克洛可可建築傑作，被譽為波羅的海凡爾賽宮，由意大利天才建築師巴托羅米歐拉斯特雷利設計。佢係俄羅斯聖彼得堡東宮夏宮建築師，係為咗庫爾蘭公爵恩斯特約翰馮比龍度身打造嘅夏宮，興建喺18世紀期間內，宮殿內部極度奢華，擁有138個房間，黃金大廳作為公爵嘅寶座廳，牆面上裝飾住金碧輝煌、鍍金飾紋、壯麗壁畫。白廳曾作為宴會廳，佈滿精細灰泥雕塑，風格明快典雅。玫瑰室裝飾住象徵公爵夫人花卉主題，
細節極為精緻。